靠骹你才会行，靠心你才会跳舞。伫茫茫渺渺的人生当中，甲你本底的迄点光找回来。有正长的一段时间，我相信奇迹会家己出现，来甲我救出迄个我大胆来讲，或者悲惨的万丈深坑。毋过人生并毋是安尼运作的，至少对我来讲，毋是。我原本掠准，若是我戆戆掂掂徛咧，真足看，信念有够坚定，迄个时刻就会来到。有当时啊，我会甲家己讲，就是即马，轮到我，这就是对的时阵。不过真相是，奇迹并无啥物对的时阵。你家己就是奇迹的迄点光。